12點半，12點半，大家食埋晏，好啦，1點啦嚇，1點，大家慢慢打條，行下影下相，食埋晏，翻車嗰度上車，有冇問題？係啊，有幾多個影住一個啊？1、2，食咗。不斷好影。喺前面紅綠燈嗰度等我，唔該。依家喺度影張相，係咪加埋個快門可以影到水滴？你可以嘅，影 video 咯。唔係，係咁開兩個水。
啊！呢個後院幾正啊！呢個後院，其實呢個有少似中國嘅四合院。係啊，不過佢係幾間屋黐埋啫。からやってる駄菓子屋さんで、ここのこの豆茶がね、非常に人気のあるものとなってるんですね。咁啱又見到你，唔係話又買嘢。搞咩嚟？搞咩啊？街度食嘢咯，係嘅。新鮮啦。嗯。因為拋喺自己前，再嚟個。咁貴，一拋側邊㗎嘛。喂，係啊，喂，停！Hello。Hello。好，上車。阿長，做咩？而家喺邊度啊？啊？喺邊度啊？村啊！八村鄉。鴨掌村。哦。哇，好嘢！天文台。點解又叫八村鄉，又叫合掌村咧？個地方叫白村啊，合掌村。合掌。哦，好多謝你阿源。
今次唔算多人喎，好老實講，上次多人過嚟，不過就係因為貴咯，600 yen 一個人。好似畫嘅咁啊！黑白相嚟嘅淨係。影翻 video 先，唉，影翻啲又係一樣嘅喂，好似係咪啊？嚿魚，唔係，好似一樣。我哋嗰邊有啊，我哋嗰邊有啊，唔係多嚿魚，唔係多嚿魚。